來看這陣啊，這屏東的時價閣是當咧大出。今年九如鄉市情的新品種拿青是創下紀錄，5月初佇北農市場拍賣價格是1公斤超過350塊。即賣為着要來有防這個農產品掉賊頭，警方呢是定定攏會去過境園來巡邏，甚至出動無人機來到三工。警察摕手電仔暗時到果子園巡邏，今有賊仔走來偷挽時價閣，甚至閣出動無人機巡視。逐年3月至7月是屏東時價閣大出的時間，尤其九如鄉的新品種拿青，今年價格袂歹。為着預防農民新黑白了工，里港分局就和產銷班合作，甲農友做宣導，加強巡邏。價錢高啊，當然迄個小偷伊就認講有利可圖的去偷挽啊，阮遮。在地阮的分駐所，阮的迄個所長伊主動聯絡我，帶我去，叫我帶去園區看。農產品價值提升，也增加遭竊風險。為維護農民辛勞成果及防治農產品竊案發生，本所已針對重要果園區域、連外道路及偏僻產業道路，加強巡邏與守望勤務。桌頂的時價閣，遮手柄較大粒的，就是九如農民種植的新品種拿青，用台農1號田滿天車套種出來的，比一般傳統的品種較芳嘛較甜。舊年時價閣佇北農拍價，就開出1公斤200塊的關價，今年閣創紀錄，起價1公斤350，等於一粒差不多30塊，價小好，農民攏足歡喜。進入夏天，大家對有果汁的。有吃的水果特別喜愛。那百香果過去我們都略帶有果酸，我們用糖測計去測，已經到16.8到17度左右，所以已經快接近蔗糖的一個甜度了。農民表示，因為是頭蓋試種成功，才會有這麼好的價效。目前只有種大約5公頃爾，而且拿青攏有通過無農藥檢驗，民眾會當安心買，放心吃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